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非常欢迎收看今日的福起来好好运动的单元。我是毛毛老师，来教大家跳街舞。跳街舞开始以前，你先来做基本的暖身动作。右手先来一个跳啦，向右片上压，15秒钟。好，弯片上，同样15秒钟。手不要荡高，左手来过来。扎等15秒钟，弯片上同样15秒钟。好，手掌不要头前，向头前翻转，向后背扎等15秒钟。好，手不要开来对后背翻，向后向头前15秒钟。好，不用下来，不用轻松，向后做头前。送出去，后背做10摆，前后1摆，右片左片，嘛做10摆，左右来回1摆。好，各位前右后左，带过去，顺便呢4只脚，跌前，跌转来，好。各位身体不用下来，不用轻松。今条跳硬的话，你就唔是硬不用下去，不用轻松就好诶。嘿，你做这不用就数就明天来放，15秒钟。各位跳拿来起来，不用轻松，身体坐下来。好，今条扎下来，15秒钟，弯片上，15秒钟，下来。两脚带，脚打侧15秒钟，都头前，后脚马打侧15秒钟，弯片上同样，好，弯片上同样，脚舒转来，骨头一般，向右片上跌前，左跌10前，弯左片上嘛同样10前。好，身体来转来，不用轻松，手腕转前，脚嘛同样跌前，弯人位上。好，基本动作15秒钟，切下都卡在做到，跌几落前，身体让会痛，尽量去停停做，这样身体就会暖起来，做运动的时间较唔会舒爽。好，你开始第一只跳舞的动作，右脚向后背来。脚趾头到后背，向头前打的时间，向打到牙左脚两片，来出去，左脚变到后背，来右脚两片这样打出去。好，再个看1摆，手就向后背来，1，你的时间打出来，2，脚的方式就右脚去踢左脚的后面。然后一踢起来，看起来就这样，1、2，手向后背来，6、7、8，1、2，左脚变到后背嘛同样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不用下来，多转去，再个做1摆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多转去，再多转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左看慢调的，再看1摆，右脚手向后来，右脚。点到后背，送到头前的时间，踢到人左脚后背，手嘛送出去，往后背来送出去，好，弯左脚向后来送出去，弯右脚3、4，倒转来，再给我做1摆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弯片同样，1、2、3、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停音后做100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再过100哦，糖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你来第一只动作，你放慢速度，再做100。竖向后来，这个送转来，来第一只右脚，向后背，送转来时间，送到你的左脚出来，左脚向后背，送右脚出去，弯片上。出去来都转来，再给我送100，弯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你来第一只动作，躺赢哦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。再过100，糖。5、6、7、8。好，重要的是右脚踢左脚，加上做的方式，踢转来，踢出去，左脚踢右脚，带转来，带出去。好，第一只，你要搞的是脚线，踢落来，打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的时间。打开了，身体向右偏上；1的时间，身体变下来；3的时间，向左偏上。好，第一站，身体脚夹下来，到中间跌下来；放起来的时间，身体向右偏夹转来；3、4向左偏。好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。好，夹脚的时间，用脚趾头向地背夹到来；放起来的时间，身体向右偏上夹到来；放起来的时间，左偏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继续，然后后背做出来，夹起来。向右偏上，左脚放起来，变下来，夹起来，向左偏上，右脚放起来，变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连续搞落去，躺。5、6、7、8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两只动作加落去，第一只来，右脚向后背来，送到左脚后背，左脚向后背来，送到右脚后背，来，送200，弯片，3、4，好，不用转来，身体向下夹。送到右片，脚卡起来，左片，好，都头前了，做100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5、6、7、8。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。
好，搞的礼拜搞的东西较慢，慢的时间做的动作力量就会做较清楚，输的动作嘛做较清楚。来到后背，送2、2摆，换另外一片，2、3、4，脚标准来的时间，身体屈下去，放起来，向左片上，脚徛起来，下来稳片。好，唐英傲做1摆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。好，再给我做1摆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4、6、8、2、3、4、6、8、1、2、4、6、8。好，再给我1摆汤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慢动作按依照第1摆，手记得向后背来，向头前送。来的时间右脚到后背，送的时间右脚打到左脚后背，左脚向后背来，送出去弯片2摆，右片2摆。好，踏过来，身体放下去，脚趾头那边夹落来，身体放起来，左脚夹下去，左片右脚，唐英傲做1摆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。好，再过来1摆的糖哦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后背动作，身体向下只屈下来，脚夹起来，放起来的时间，身体向右片上。好，左脚徛起来，放下来，中间下来，向左片上，身体向左片上，右脚下来，唐英傲唐起，英傲的上，5、6、7、8。5、6、7、8。都镜头前做1摆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8。再过1摆糖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4、6、7、8、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前面搞的东西跳起来较慢，慢的时间表的感觉就会较重，所以你这跳舞的时间唔会做较清楚的位，唔会夹很慢。慢的时间你跳舞你就会去弹那音乐。音乐出来本你弹起来的感觉，你要变较慢调的，慢慢的像唱歌一样的，慢慢调的。好，慢慢的做，唔是做夹。好，到后背脚夹起来，只身体下去送去，莫强样。慢慢的做，唔是做夹。动作要做较清楚调的。
好，跳舞有时间唔系夹，弹慢的歌位唔去跳慢的方式，夹的歌位唔怎跳夹。好，不过慢的东西较难练，较唔好练，练的时间有相反，弹音乐弹较慢调的。今边教了两只动作，第一只来，吼，第二只夹脚，脚趾头，夹脚，脚趾头，两只动作。那嘿毛毛老师今边在教大家跳街舞。